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宝可梦3月初9到初10，也就是这个拜六礼拜，要到台南来办活动。加上台南即卖当咧举办台湾灯会，讲台南一寡饭店用要装潢定了咯。 民众一人一支手机啊，欢喜掠宝。这是2年前在台南推出宝可梦掠宝的活动，吸引到真侪民众来参加。From Thailand. I'm from the Philippines. 从基隆来的。今年 Pokemon Go 举行台湾头一场 City Safari 的活动，地点就建伫台南。活动伫拜六礼拜登场，有可能会吸引真侪民众来到高岛。 一到饭店，手机啊拍开就开始练功。民众拢真期待拜六礼拜，因为 Pokemon Go 的活动，互台南的饭店会当讲有没开满。可以说是非常吸引你，对啊，因为伊布的进化型都蛮可爱的。无论是房间通啊离又开，会当欣赏市区美景，也是配有游泳池会当耍水的，也是有总铺西替你款3顿的饭店。今摆要订高岁房间难咯。 2个礼拜前已经全数客满，陆陆续续都一直每天都不断有客人打电话来询问。外籍客人大概是有占3成到4成左右。订房间的网站、饭店甲旅社拢正抢市，已经无法度注文，甚至出现起价的状况。前后1礼拜都差1、2千。其实到假日的时候，就费用会变比较高一点，2000左右吧，500到1000吧。那饭店的话就价格比较统一。 这阵啊，台南的活动真多，有灯会，有宝可梦，人潮嘛增加。民众拜六礼拜若想要来佚佗，就要有心理准备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